有一日，亦都話俾大家聽，嗱，下個禮拜咧有一位視障嘅同學佢嚟讀書，大家會有啲咩諗法啊？讓學生係有機會去學習，企喺人哋嘅角度多一步嘅思考，裏邊嘅活動啦，同埋啲嘅講座，甚至乎係一啲外出嘅真係實地嘅體驗活動啦，都比較適合我哋嘅理念啊。因為咧經過今次嘅活動之後咧，其實我哋都發覺小朋友個轉變同得着係大嘅。都可以讓佢哋易地而處啦，去心同感受啊！究竟如果我哋冇咗某樣感官嘅時候，我哋嘅生活會變成點樣呢？激發到佢哋嘅同理心啦。我最中意黑暗中對話旅程，好好玩。呢啲活動我係冇體驗過嘅，好新鮮。跟住入面嘅場景啦、環境啦，都特別嘅逼真。我好佩服佢哋可以有着逆境自強嘅精神，同埋永不放棄。我係絕對贊成同埋好支持呢，學生必須要去體驗一次嘅。